RVN 里头设定那路设个电视，听没听过的嘛？阿爸妈一阵子不啊，就是得花花，你在的花可说加米瓜比，可是说苦瓜的嘛，就是咋不？为啥米呀嘛的破瓜，爸妈就哈喽。为啥米呀嘛？为啥耳朵许多扎的？地巴地马巴比马帕马马巴的是呢？为啥耳朵许多扎嘛嘛啊？要苦说苦瓜的嘛，就是咋不爱米？为啥耳朵许多扎那嘛比个？肉内瓜耳抓嘛啊喽？苦说苦瓜的嘛，就是咋不呢？为啥耳朵许多扎嘛里嘛吃？为啥米瓜啊？可吃些他嘛觉得？为啥米意思地巴地马巴比马帕马马不是嘛啊喽？古里俺嘛问你苦。苦瓜的嘛，就是咋不爱米？米呢拉说不，为啥耳朵许多？把家娃那嘛，为啥别去生那嘛别个？就是咋不爱米？阿米吃些土是呢，爸妈的肉肉么哇他嘛啊喽？苦说苦瓜的嘛，就是咋别嘛呢？为啥米那嘛是他说地帕地嘛不比的嘛怕嘛嘛不的别嘛嘛啊？最低木数，最低多数，就是咋不阿只的别嘛啊喽？最低多数，最低木数呢？为啥别去多许多的家那么别个？若那瓜耳抓嘛的爱米，罗么哇的嘛啊喽？我哩俺嘛问你为啥别去的？若天你若抽血嘛子瓜，若把地瓜点嘛，若就别抽杂比，若杀掉了花嘛，就别抽杂的别嘛那么别个，若那瓜耳抓嘛的爱米，罗么哇的嘛啊喽？为啥呢？若就是杂不的，嘛话了花嘛，嘛学了花嘛，米呢是你，杂子是你，阿米啊是的爱米个大嘛啊喽？我哩俺嘛问你为啥呢？若提若抽提若的，嘛学了花嘛，嘛话了花嘛，来兄爱米个大嘛啊喽？就是咋不呢？米呢瓜说就是嗲的，嘛就嘛大嘛，咋都多别个，天你米些都是呢，你可别个在。可说瓜乌木拉那么别个，阿米亚是瓜一家多家那么别个，些都点什不啊喽？为啥呢？若就是咋不提若抽提若的，伊那么米爱米个大嘛啊喽？过嘛嘞嘛吃，为啥耳朵许多扎票机那么别个？若得夸嘛米啊喽？若就是咋不？为啥耳朵许多扎票机那么别个？米呢拉错不？为啥得是那么别个？若可如么嘛，只你觉得阿听爱米乌达是呢？若怕地瓜点嘛，若就别抽杂比，卡个罗抽，是咋乌咋只的？努尼，加古尼，对家嘛，努尼瓜比，一家多家是呢？乌啥得是那么比？若阿听爱米，嘛个那么比，若得得说那么比，阿听爱米些土是呢？说就些点那么比个，人家嘛阿喽，在其他嘛得是那么那听你讲爱米，可说家米的，在家嘛个东。那 local glass aja sote aku semua